有一間百貨公司2萬幾尺，全部都係賣嬰兒用品嘅話，究竟你行過未呢？呢度佔地2萬尺，十足11間大型嘅 BB 超級市場。顧客點睇呢類大型嘅親子百貨公司呢？比較 colourful 啲嘅所有嘅嘢。我哋男人怕煩啊嘛，一次過喺度買晒啲嘢，我哋慳翻唔少腳骨力㗎。係。好多人話依家嘅小朋友好幸福，父母願意花好多錢喺仔女身上。香港嘅嬰兒市場可以話潛力無限。荷花集團行政總裁尤金，佢睇準市場嘅需求，全力發展親子用品生意。集團旗下總共有7間嬰兒用品專門店，4本親子雜誌，每年營業額超過1億。係咧，尤生啊，其實咧點解你最初會創辦呢個親子事業嘅？其實荷花咧20年前咧，我哋係一間廣告公司嚟嘅。咁後尾我哋就除咗廣告啦，就翻去大陸開放啦，咁就去咗大陸去做好多廣告嘅嘢、印刷嘢啦。嗰時幾好嘅喎。OK 㗎，嗰陣時其實揾到第一桶金嘅，咁我哋就翻返嚟香港。咁啊翻返嚟香港之後咧，就我哋創辦咗18年前嘅第一本親子雜誌。正開始零售嘅時候咧，係邊一個時期？其實咁嘅，我哋做緊雜誌啦。咁我哋有一次啱有個客就話：我不如我有啲貨俾你，你不如平啲賣俾你嘅讀者啦。咁我哋好啊，試下啦，試下咯。咁跟住我哋就係寫字樓做咗第一單生意，就係我哋喺寫字樓出咗廣告，跟住咧就即係俾啲讀者去買啦。點知排長龍啦，即係排到成條巷都係人流啊，跟住咧就一日之內賣清光嘅。咁變咗我哋發覺掂喎，可能呢個係一個商機啦。零售生意大有市場，但係佢哋一直喺樓上鋪做生意，業務未有太大突破。係咧，其實咧，你係幾時咧從樓上鋪咧搬到落去商場鋪嘅？我諗係啱香港經濟就金融風暴啦，咁啊當時嗰個租金就全部降低咗咁我諗自然咁有個咁好機會我哋平時樓上鋪都可以做到啦。樓上鋪咧其實辛苦啲嘅，因為嗰個人流或者係嗰個即係可能嗰個層面係窄少少嘅，不如諗下試下即係可以做大少少咁我哋就開始咗我哋叫做嬰兒嘅百貨嚟嘅其實咧，呢一種店鋪嘅形式咧，由樓上搬到樓下咧，咁啊有啲係你哋會員啦，再加埋唔係會員咧，會唔會一下子膨脹得好快啊？都幾大嘅，即係我諗我哋如果係由即係樓上鋪去到商場鋪咧，就差唔多可以去到多50% 嘅市場嘅。咁好緊要喎！係啦。集團實行會員制，至今會員已經超過15萬，令佢哋擁有一班忠實顧客。而集團主力發展親子百貨，到咗依家，佢哋總共有2萬種貨品。佢哋好多貨品由世界各地嘅供應商直接入口，免除本地供應商嘅額外收費，貨品可以賣平啲。而佢哋每年更舉行大型嘅嬰兒用品博覽展，多元化嘅發展令集團成為一個極具規模嘅嬰兒用品王國。咁一路做落去呢，就我哋發覺原來個市場上咧係有一班係比較要求質素好高佢自己又可以俾得起錢，同埋咧就佢好執着唔希望去撞衫撞袋即係想有啲自己擁有嘅嘢嘅一班高級嘅客消費者。咁變咗我哋就不如我哋創辦一個專係為咗呢班人服務嘅一間專門店啦。呢間位於尖沙咀嘅專門店賣嘅主要係歐美嘅高價貨品，好似 BB 床，一張賣成1萬幾千都大有市場。尤先生嘅事業由一本雜誌發展到今日多元化嘅專門店，並非一帆風順。回想從前，佢由樓上鋪搬到3000尺嘅地鋪，再喺短短半年後搬去一個超過1萬尺嘅鋪位，亦有猶豫嘅一刻。即係由我哋最初嗰陣時係一間出版機構，啲好多行家都會揞住嘴笑啦。喂，你知唔知？即係你得唔得即係你咁大膽，有冇可能㗎？係啦，咁嗰個裝修咧就好昂貴啦。一個超過1萬尺嘅鋪，咁我諗幾百萬嘅裝修。咁我諗有好多晚我自己都瞓唔着嘅。咁點解咧？即係我諗個壓力好大即係到竟即係我哋要幾耐時間先可以回本呢？最後憑住冒險嘅精神，堅持信念。半年已經達到預期目標，成功掌握入市良機。不過要成功，最重要嘅都係滿足顧客。因為第一胎我自己本身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唔明嘅話，問啲 sales 咧，咁佢哋個個都好有經驗，因為自己本身都結咗婚有小朋友咁所以我就算問唔到其他朋友嚟到呢度，都好似即係好多人俾我問咯。集團嘅售貨員
超過90%都已經做咗人媽媽，所以佢哋好明白客人嘅需要。一個企業要成功，最主要係要個心去做好佢。咁除咗自己俾心機一路做好佢之餘呢，最主要係要俾個心交俾個顧客。第二樣嘢就係個計劃性。一個企業需要係一個良好嘅計劃，我哋需要預早去 planning 晒所有將會面對市場嘅變化嘅所有嘅變數，所以變咗我哋係需要早啲去計劃未來嘅3年、5年甚至10年，我哋點樣做得好，我哋先可以超越個時代。